南投中寮过去有未少石虎，后来因为开发数量是减少真多，最近正十档，公部门甲地方的农民推出优先石虎的政策，用鼓励甲补助方式，帮农民减少农药的使用哦，效果是个袂歹。那么做伙来了解。 过去南投县中寮山区正接看到石虎，不过因为农地开发，石虎的数量是愈来愈少。这10多年来，公部门透过奖励来鼓励优先石虎的建造，嘛有愈来愈侪农民认同甲支持。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表示，亲像这几年，因着咧设生态互补基础计划。 鼓励农民卖用杀草剂也是农药，1公顷会当得到2万块的奖励。南投中寮者嘛有袂少农民加入。 过去你可能用杀草剂，然后你可能要去添加更多肥料，不然你的农产品又开始品质变得越来越不好。那其实杂草它也是一个对土壤很好保护的一个部分。 南投中寮是石虎重要的生产地，为着保护石虎，地方农民研究单位甲企业合作。10年前成立有限资金蔬果生产合作社，辅导农民投资优先石虎建造。台湾地协进行联名，最近嘛来中寮以优先石虎的农业为主题，办一场地方创新的研讨会，分享这款生态、生活甲生产会当更好的模式，让15个栖地跟农业生产可以共存。 然后最后可以双赢，一起改变我们中寮的农业生产环境。南投市甲中寮是一个共同生活圈，中心新村嘛已经有团队初步的提出一些计划案了，希望讲会刷来中寮会使做伙甲你一起提出一些地方创生计划，需要的资源做伙去做。包括会这几年咧设地方创新政策，目前南投县甘那村中寮乡无提案，地方创新中区辅导中心表示，合作社设优先石虎农业是中寮乡推设地方创新正好的方向之一，卖当互中寮乡继续行永续这条路。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。